开，先放开。我们你要请律师，我们再做好不好？你要请律师，我刚说加坦诚。好。那边我现在在里面翻修，我可以带你去看。哦。我朋友在那边。哦，你朋友在那边。啊，你打给律师来，你现在打给他。我在打。喂。身份报了吗？还没。不要动啊！下来啊！下来啊！我在跟你谈拿身份呢。好。你下来啊7日晚间9点，本所员警担负巡逻勤务，于本辖广福路20巷内楼梯间盘查一名可疑男子，当场查获安非他命1小包及注射针筒，将该名男子带反所侦办，于警询后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桃园地检署侦办。